离婚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，就是一点擦伤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小峰，你一直在那儿照顾他吗？嗯。他出车祸，我去看他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是我过生日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再也不会跟那个李欢有任何瓜葛了。我跟他没瓜葛，只是朋友。男女之间根本就没有朋友，你要搞清楚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说你3更半夜跑出去照顾别的男人，算怎么回事儿？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好端端一个晚上，全被李欢给破坏了。好端端的一个晚上，不是被李欢给毁了，是被林佳妮。你明明答应我，只有我们2个过生日，为什么林佳妮会来？还当着我的面一起回忆你们的童年往事，你把我放在哪儿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小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这么会强词夺理。看来佳妮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一个真心对我的女人，绝对不会脚踏2条船。佳妮又是佳妮，你要是觉得她好，你去找她呀。来，李欢，对不起啊。永远不要跟我说这3个字。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才对。上次你受伤，我没能及时赶回家里去，真的非常后悔。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我就是一点轻伤。再说了，万一你回来了，我一感动，非要嫁给你，可怎么办啊？那你就没机会跟芬妮在一起了。这就叫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我曾经错过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，从现在起，我不会再错过了，我一定会把你从叶家身边抢走。其实，叶家跟林佳妮可能只是朋友呢。他们在一起也就吃了几顿饭，你看现在，我不还请你喝酒了吗？是不是？你不也没有对我有非分之想吗？你是谁朋友啊？你是不是哥们儿啊？你没看到他俩那样子？今天林佳妮送叶家一条领带，明天叶家再送林佳妮一条手链。哎呦，那个你来我往啊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你看我送过你东西吗？你说人家就吃那几次饭，你就气成这样。当年我有那么多的女人，我怎么就没见你生气呢？你有没有女人干我鸟事啊？哎，你以后说话呀，能不能高雅一点，不要带脏字儿，不要伤人。
你跟叶家在一起是不是也这样啊？难怪林佳妮撬你墙角了。乱说话你！我跟你说，我跟叶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从来都不这样，我都是很淑女、很淑女的。有多淑女啊？特别特别淑女。好啦，李欢，我要坚持不下去了，好辛苦啊，好难受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明明知道我是在利用你，你还对我那么好。你要是离开我，就没人对我好了。你说，我们俩都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痛苦难过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还好，我对你而言还有一点利用价值。我希望永远的被你利用下去。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对我好了。佳妮啊，你说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一哥哥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一哥哥，你看。我有一个朋友是李欢的粉丝，刚好在这家酒吧上班。他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李欢跟一个女的在一起。起初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真的是小峰姐姐。我要一直都要你珍惜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对我好，好不好？就算我不喜欢你，你也要对我好。一辈子不许反悔。拉钩。我朋友还说，他们经常来这儿喝酒。叶哥哥，叶哥哥，叶哥哥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好不好？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。叶佳，回家了吗？你在干嘛，叶佳？叶佳，你饿死我了！你怎么变瘦了？喂，鳄鱼，我喝多了，快来接我一下。叶佳，哎，我来。李花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哎。
你说，叶佳是不是喜欢林佳妮啊？没有。那他喜欢林佳妮，我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对我好有什么用啊？你又不是叶佳。你可是我下过聘的。又来了。一哥哥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我去给你泡杯茶。一哥哥，喝茶。一哥哥，其实我心里也真的很难过。小凤姐姐也真是，她是你的未婚妻，应该要天天在家里照顾你的呀，还跑去跟李欢喝酒。叶哥哥，你对小凤姐姐这么好，可是她呢？她这种行为根本配不上你。小凤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叶哥哥，我知道小凤姐姐在你心里面是最重要的，可是小凤姐姐她呢？你在她心里面是最重要的吗？我在这里也住了几天了，我每次看到她和李欢在一起的样子，是女人都看得出来。只有面对自己最心爱的男人，才会有那样子的眼神跟笑容。佳妮，小凤和李欢，那都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怎么这么热呀？叶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佳妮，你别碰我。佳妮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休息了，你也赶快回去吧。叶哥哥，我扶你吧，小心点。小心点，叶哥哥。坐这儿。你没事吧？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小凤，小凤，你回来了。我去倒水。小凤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不会离开你啊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小凤，小凤，我爱你。我明天还请你喝。好啊，还叫上他。
再见，拜拜，赵宇。拜拜。拜拜。何宇，从明天起，时刻保护峰峰的安全，寸步不离。放心吧，老大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害我。你给我闭嘴！这不但是他千年爱情的结束，更是千年童话跟理想的结束。存在。
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